世界万行界，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几天，如果你拢有咧看政论节目，一定看甲淡薄仔闲。但是，咱这点钟，有缘要甲你讲台湾政坛。台湾政坛敢若保龄球，一球倒板，多人是阶下球。敢是政治人物无沾杂，台湾政坛敢有通啊大翻修？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韓國德林科技大學不動產經營系兼任副教授林旺金。主持人來賓，觀眾朋友大家晚安，我是林旺金。第二位，資深媒體人陳明宏。大家好。第三位，職業律師蔡永官。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咱國政基金會副研究員李正修。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台北地檢署偵辦到金華城的案件。洪城呢，今仔日指揮着廉政署搜索着威景集團的主席沈慶景所在的這個辦公室，伊的徛家，還佫有呢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楊曉薇伊的辦公室，嘛傳訊着。要來釐清着相關的案情。另外，前海基會董事長鄭文燦，那被指控講，伊做着這個桃園市長的任內涉嫌污洗。昨暗時呢，檢方啊，甲伊起訴了後，法院裁定鄭文燦以2800萬來交保。今仔日透早5點外離開着法院。對真早起訴到判決，最近政壇人士面對司法調查，案情鬧熱滾滾。民眾黨主席郭文哲佇台北市長任內的金華城案，防檢機甲土地容積率提懸到840%，有盜利的嫌疑。頂一日台北市議會金華城案調查小組會議，議員轉達經台北市副市長裴正勝的講法。裴正勝表示，金華城案當中，郭文哲市長3屆甲議員便當會，家己攏無出席，嘛否認有佇相關公文等因啊，他们有印象，他有参加应小薇的2021年8月那一次的便当会。他真的没有去的话，那是有伪造文书的问题啊。他的说法是这个他没签金华城，而这个柯文哲自己盖章。今日夜洪城台北地檢署指揮廉政署所在金華城木屋頭家沈慶景的辦公室，甲市議員尹曉薇的辦公室，嘛找因釐清案件流程。我覺得身正不怕影子斜。那麼議員的本質就是合情、合法、合理的接受所有人的陳情。另外，前海基會董事長鄭文燦封收押47天了後，桃園地檢署正式以貪污罪起訴鄭文燦等11人。檢方指出，因為污洗錢有500萬，而且鄭文燦一直否認無悔意，要求法官判刑12天。102年的8月22日，楊姓被告在請托之後，曾經向這個鄭姓被告表示說，假如能夠給予幫助的話，我們不會失禮。得知所使用的行動電話遭通訊檢查，來源就是那個鄭姓被告有跟他講說，你爸爸嘴巴很大。桃園地方法院今日裁定鄭文燦2800萬交保，限制出境8個月。透早5點外離開法院。那郭文哲甲鄭文燦最近牽涉司法案件的政治人物，抑閣有頂個月高虹安互判刑，因文科互起訴。這幾天立委林義景涉嫌詐領助理費，甲立委鄭天才涉嫌收污洗，幾啊件案件部分拿立白攏調調，司法辦案獨立。但是民眾關心的是，政府全面掃污金的時代是毋是真正要來啊？記者綜合報道。事實上這個是差不多10幾天以來啊，大家對着這個金華城這個案件攏知影，但是其實咧細節攏無了解。敢若知影講敢若有污洗敢若內面真無合理敢若是392，中間變做840，這個容積率什麼是容積率呢？其實大家都無啥了解。我今日請教這老先生。請林老師來給咱解說一下，這容積率在這個開發建設的過程當中到底
有啥物妙用啊？是都市计划的规定啦，因为咱民国72年台北市就是全面实施容积率的管制。啊，伫个还未实施用这个管制以前，就是有这建蔽率空地比。建蔽率啊？建蔽率，迄空地比，空地比就是意思是讲100平，你会当起60平，伊的建蔽率60，空地比40%的。啊，迄个做空地比也是建蔽率。啊，容积率、容积率这个代志，就讲你即个100平，你会当起偌悬偌。但是迄个用量吼，伊的用量，若较你就较肥；啊，你若较散的，你就较悬。啊，伊迄个，比如讲，伊即马容积率300，还是225、225，迄拢是伫100平的建地内底会当起的225平的建平。哦，譬如讲，我若一地，基地是100，但是我平面的我通好起25。啊，25，我如果若是25，我表示讲我会当起10。对，安尼讲啦。对。啊，你若是讲，咱较一般通常就是建住地区吼是60%的迄个建蔽率。啊，60%你若是讲300的容积，你就起5楼，5、6、30、300嘛。啊，你若起较悬的时阵，起到8楼的时阵，你差不多会使起到迄个空地比哦，都爱较快。建蔽率就咧剩45左右安尼，啊，迄个简单讲就是Q 管。好，啊，老师，咱即讲对吼392中甲840，这有合理也无合理？这个过程是真曲折啦吼。伊第一就是讲，伊是工业区变更做商业区嘛。对。啊，变更做商业区的时候，伊开始经营这个金华城。啊，金华城经营了后，伊到尾经营袂落去，伊才要搁变更嘛。伊才变更，啊变更的时阵，伊伫个松山特迄个部分开始要搁作为一般的商业区。啊，所以迄个原早迄个容量吼，其实你会看伊较早迄个金华城这个容量，其实伊总容量吼，伊若总算起来差不多到800几。伊旧的迄个，咱个回想讲较早建筑案，迄个建案，啊，所以开发商就是想讲，我原早就有遮济啊，是迄个旧的迄个建案，我给拆掉，啊，去重起。但是咱都是咱的游戏规则，咱听观众朋友爱注意哦，都是计划你古早起偌悬吼，不管你财神酒店，迄是你用什么身份去起？你用什么身份去起的？啊，起偌悬，迄是以前的代志。啊，但是咱即马新的建地要搁起厝的时阵，爱回到你的建筑基地。啊，建筑基地，你的建筑基地就剩392尔嘛。啊，你变更了后，是安那伊原早工业区是21块，啊，是安那变做392。伊迄就是因为伊有都市计划变更，爱回馈一寡即个公共设施道路，啊，给回馈了后，啊，这村的换算392是安尼来。讲你有做好事、做好心，啊，互你起较悬安尼。无啊，简单讲就是讲旧卡旧来吧嘛，因为我将你的地去做公园，甲你容积管旧卡旧来吧。对，啊，管你遮，所以392就是安尼来。啊，照讲你即马这个变更松山特392，你即马若要搁变商业区，啊，你都市计划容积率若无去调整你迄个基准容积率的时阵，啊，你就是392嘛。那392嘛，本来无应该到500，但是迄个阶段就较早2017年以前，18年以前。迄个时阵，如果有一个过程啦，迄个过程就是讲监察院去纠正这个台北市政府。老师，你毋是拢有审查过？我有被这个监察院约询去讲即嘛这件代志，哦，啊，迄个以前迄个代志是监察院纠正了。所以案卷你拢有看过？嘿，我有看过。我有看过因遐相关的记录。你甲判断这是违法啊，无违法啊？上尾啊，这边吼，伊是用这个都市计划法，咱讲都市计划法内底有主要计划甲细部计划，啊，这计划的变更吼，拢属于这个
计划高权，啊，什么叫做高权？是政府的权利啦，啊，政府的权利，高是高，高权权啊，计划高权就是拢一般来讲是拢，都是计划爱变更、爱检讨，拢是市长爱注意啦。市政府内底有一个都委会迄个部分去，吼，以都发局甲都委会权责。啊，即马这个案毋是经过检讨了后变更哦，伊这个是根据这个都市计划法24条去申请细部计划变更，去以权利吼，这个权利关系者啊去申请讲去变更这个细部计划。老师，你的意思伊弄空芳哦？这个是法律有这个依据，但是这个依据内底讲，我去申请吼是一个建议权，我建议讲要做安怎变更。啊，你都委会若同意的时阵，我这变更会使准，但是主要爱特别注意，就是讲都市计划内底吼，并无容积奖励这个代志。无这是什么意思？无这个容积奖励这个代志。都市计划内面无用这奖励。都市计划法吼，主要计划啊甲细部计划15条、22条，伊内底规定就是讲。我看就属于伫顶头。建蔽率、吼鉴别率、应责率。啊，相关的退缩使用管制等等，伫个都市计划内底规定，奖励容积这个代志，并无伫个都市计划法内底有这个依据，包括伊台北市的这个土地使用自治条例内底嘛无这个奖励容积这个代志，咱会去查过。啊，你这无，啊，伊讲是老师变392变560嘛，唔对嘛？392变560，迄当阵啊，伊的细部计划去调整基准容积，所以伊即马用基准容积560吼去升差不多20%，开始就安尼啊，所以伊的基础，伊392变560，细部计划会使调整基准容积，这个依法有据，依法有据。所以560这个代志已经到迄个时阵已经煞无救啊，已经伊虽然这有内底有真侪故事，拍官司，迄阵时我想应该还是有问题。对。对啊，毋过而且拍官司市政府赢咧，市政府就是对啊，伊姓名还未过上诉，伊有过上诉，要叫和解。市政府的律师甲伊讲，这个不可以和解，和解的时候有图利啊，有道理的代志啊。结果尾啊，这个造出后边的故事。这听起来呢，孤泥镜头啦，吼。这小等咱先停一下，民宏啊，咱看这个案吼，对盘古开天，一记91年开始，一直到即马，其实官司有诶进程还未结束哦。你就你的了解，伊这是孤泥镜头，啊个吼，够完善伫的。这牛皮完善伫的，啊，佫生出新的镜头来，你安怎看这件代志？这件代志，伊就这本来这块地是唐龙铁工厂嘛，大家拢知影做有名的嘛。东营的嘿。对，所以伊本来就是工业用地，伊变成商用，所以有迄容积奖励，容积奖励了，不过你那个回馈好像公有地30%左右，所以才会有392这个数字嘛。所以说。到郝龙斌为止，拢非常坚持392加。那所以说，其实柯 P 的第一日嘛是坚持392，所以才去拍官司啊。但是就是突然有一天，突然有一天，好开会讲，会使，咱就用都更案来办这个代志。这都更案用都更案，跟这个所谓。你工业用地变商业用地，搁重建，这计算完全不赶快啦嘛。所以你用都更案，然后他又去找了什么这个韧性都市的项目啊，加有啦，加又加了20%，加4%啦，智慧都市8%啦，宜居都市8%啦。对啊，就搁加20%互伊啊，变成840嘛。这样就是讲840的争议，就是唔那是。真啊，就歹有赎回啊，各位什么减书赔用，你每年哦，每位话彭正生、柯文哲副市长，伊去这个市议会这个审查小组内底讲，伊家己嘛是感觉840是足奇怪、足敏感的代志，所以伊这件代志对头到尾，伊无签名，伊无答应，不过有突然，嘛是个突然有一天，伊就被任命这个专案的 PM
叫专案经理。有3字叫做凤高下，凤交下。对对，啊，就是凤交下啊，所以他就说，其实这种东西，照讲就是我咧拍官司的时候，不用第一个，其实不会再开所谓的什么都委会再去审这个案子。彭胜胜一直是安内，然后第二个就是彭胜胜也不负责这个案子，然后就是讲开会开3摆了后，突然叫伊去了后，伊就变成迄个 PM 了。所以说啊，伊本身嘛足奇怪，伊嘛甲柯文哲讲，郭文哲讲，你这案哪个你拍官司，官司啊未输赢，你哪会知影？你哪会安尼做？而且我嘛做敏感，要么你就奉指示，你家己猜就好。对，啊，这个东西就是足奇怪，因为这郭文哲意思就是讲啊，这个是酸民来陈情啊，吼，就是人民的陈情案。我给他转送尔，所以郭文哲意思讲，伊这案毋是市长，伊是邮差啦，吼，伊给他转送。伊是爱马仕。对，伊给他邮差，伊给他转送这陈情案。哦，这市长安尼嘛是真甘心呢。对啊，市长无做邮差。对，亲自送嘛，然后还亲自指示嘛。啊，所以大家都觉得哦，你足奇怪啊！这个已经变成这个所谓都更案，已经很奇怪。你搁加互伊20%，搁较奇怪嘛。而且彭胜胜问题是，彭胜胜已经去检调以图利罪坐实了，检调以图利罪坐实了。那这样就是讲，不过彭胜胜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伊无交保。伊免交保，伊甲限制住居呢。显然，彭仲生在检调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无报请回。对哦，这就算请律师来问讲，几乎变成这是通常是什么情形？这边都已经是全交代，而且是污点证人级的啦。所以彭仲生后来才敢去市议会做公开说明嘛，无定。因为市议员组这小组了，一直请彭仲生去，彭仲生一直唔敢去，啊，尾啊，即阵伊才去，啊，伊才去就被别人讲啊清楚啊啦。对啊，因为伊想讲啊最清楚，而且嘛是调30个市政府的官员，包括都发局局长，什么拢讲是上面交代。凤高下啦，哦，这个来抓律师。啊，就强硬科批啊。恁做律师的观点来看。这内面的明显违法的是啥物物件？这个金华城，我会当用这是检察院检察院来调查报告内底附的这个图，因为大多老师有讲到吼，按台北市松山的土地，依照当时的都市计划，尾仔有变成560嘛，是大家听到讲对392到506。啊，到即马840，啊，毋过560即个部分，伫检察院已经认为讲无啥物问题啊。啊，即马有问题是，560是要安怎变做咱840即个部分？其中有一个30%的部分是容积移转，就是讲咱买容积，然后移入，然后伊爱有一寡公益的负担。小咱停一下，我开发商去别位买容积，会当移入，爱经过都委会。按的审查爱有一寡条件，公益的一寡条件，爱关什么公保地啦，搁爱交代金，有即个30%的部分。啊，即马上大的争议点是伫即个20%，20%就是大多主持人有讲奖励，20%的奖励即个部分是大多主持人有讲到的。即个案件金华城，即个案件是一个新建的案件呢，伊毋是咱都更的计划呢，毋是咱像一般按都更的部分有安尼容积奖励的部分啊，所以这个20%的部分是伊得用一寡啥物韧性城市啊智慧建筑啊耐震啊准用按都市计划准用都市计划法内底的相关的这个奖励。这是有过去有前例有人安尼用过。无。哦，这盘古开天家己发明的。这个20%就是上大的重点，大家争议的部分就是这个20%啦。所以伊是家己发明啊，这是市长奉教下的，还是？市长奉教下，因为彭正生唔敢请嘛，讲伊就讲过去绝对无这个
对啊，彭昭顺伊做公务员做足久啊，伊讲伊唔捌看过啊。所以就是这是伊是依照倒一条会当来准用啊。因为准用是爱共款的案例，案例，啊是类似的案，系啊，问题是无啊，因为新建和都跟就是无共款的案件嘛，要安怎去准用？哇，这其实读较大呢。所以在法律上就无这种案例的准用啦。而且准用吼，爱有法律明文啦。对啊。吼，爱有法律明文讲。类似啊，甲情境共款的这情形，才会使准用，因为法律为了较简化，讲卖定真济复杂的条文，啊，就讲用一个简单的条文去准用。都市计划法无迄个准用，都经条例嘛无迄个准用，会使讲两条拢无准用嘛，拢无准用的依据啦。所以可比讲，我是道理啦，但是我无违法，会使安尼想吗，律师？这就涉及到按道理罪的规定啦。咱规定是有这个道理的故意无？啊，伊有明知影有违法无？我无故意啊。伊知影这是对金华城有利啊，那会无故意？伊安尼做这20%的部分呢？伊坦白啦，伊讲图利啊，伊家己图利啊，伊知影这对我是多天下利啊。无，伊这是无啊，无天下倒位天下。伊个人申请的人，所以伊讲按道理罪有一条啦，我看可能有5回啦，道理家己也是其他的私人。其他的私人，我家己无利益，啊，毋过其他的私人，你若讲规台北市民拢大概拢840。安尼可能，啊，可以当讨论呐。咱大家拢有啊，大家拢。而且有影呢。系啊，那是特定的厂商、特定的私人，就算讲家己公务人员家己无收钱，安尼嘛伫处理做先生人啊，157地乡，这我想伊可能这法律可能伊无读过头哦。啊，毋过市政府应该嘛是有。相关的法律专家，对啊，这应该是中性吧？法制局的拢讲袂使。哦，法制局啊，法制局嘛讲袂使，都委会嘛讲袂使，送政嘛讲袂使啊，都保局嘛讲袂使啊。白种义呢？啊，李老师，那像这种政治的这个流程过程，因为今仔日啦，这个违警小心嘛，伊个发一个声明讲，郝龙斌啦、兵啦，啊，甲这华市府拢有官员，你来乌西要来阿 Q 拒绝，这个政治过程恁安怎看？尤其这安怎看呢？这确实啦，因为对这个新建区来讲吼，伊主要因为当阵知影嘛，这个金华城迄当阵生意做袂落去啊，所以当阵伊其实有看到讲，伊讲信义区足侪豪宅拢起起来嘛。所以迄当阵，伊其实上拄早，伊是希望甲金华城规个拍掉以后改啥？改豪宅啊！伊一开始本来是想要改豪宅啦，因为豪宅较好谈嘛。啊，问题伊知影，因为工业区变商办，啊，都要变住宅区，伊无遐简单嘛，所以一步一步要行嘛。所以伊想讲用改商办工业区改商办这个过程，哦，尽量去争取容积率啊。对伊来讲，伊当然是，因为哦，新建区来讲哦，伊一定会想讲，伊除了为这个都市计划甲都市更新这两方面去行以外，伊一定会想方为边仔的人开始咧做，去招从，为政治的来招从嘛。伊家己插政治其实足久啊嘛。其实足久啊，所以对伊来讲，伊若个一方面行即个都更案、都市计划这条路，另一方面呢，去找人去交关嘛，去交关，去行去看像一个愿意接受他的陈情嘛。啊，当阵大家看起来，迄当阵郝龙斌市长伊坚持嘛，就是392，伊坚持嘛，啊，到尾去拍官司嘛，啊，官司伊市政府赢，啊，
伊当嘛不心满，里不甘。嘿，一定不满嘛，因为伊若正改去变上班的时阵，伊规个本来遮大的即个进化城，规个揪来啊，啊对伊来讲，伊一定袂谈啊，一定袂谈，所以想讲，伊个会想帮，一方面去拍官司嘛，一方面再搁去澄清啊。啊，到尾是因为是柯文哲动算，柯文哲动算伊就嘛想讲，那柯文哲动算伊看有法度为柯文哲迄边入手无？所以老师，你按照看这边，尤其赖总统最近就讲这不分党派、不问何人，只要涉及非法啊，检调拢应该查办，袂放好一个人。是啊。你感觉这个案件敢办得落去？尤其恁看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会啦，因为对即马，因为赖总统既然安尼讲啊就表示讲即马检调一定。等于讲已经摕到双方保证啦。因为我看这唔那是上方保险的代志，这一连串，我一开始就讲，敢若拍保龄球咧，拿的也有拍到，立的也有拍到，后不管你是乌西还是，虽然即马目前拢也无定罪啦，咱拢唔知影讲伊到底有也无，这种无罪推定啦，但是。这看起来，这是真决心在做确实啦。啊，看这个政治流程内面，郝龙斌市长的这个时代，啊，一直到这个，咱的这个郭文哲的这个时代，是安怎有通产生这个变化呢？伊法律拢共款啊，无变啊，无改变啊。啊，因为就是讲嘛，大家就讲。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个督法嘛是有都委会伫个都委会啊，你都委会安尼去解说这个法律，啊，就这就。但是我咧问讲林老师，这都委会的权力应该是管伊在这审查的过程中管伊着市长吧？都委会主任委员是市长。但是一般来讲，拢副市长兼任这个市都委会啦，一般来讲拢是安尼啊，所以伊台北市来讲，伊的都委会组织章程内底是副市长做主任委员，伊其他的县市拢大部分拢是市长啊、县长做主任委员。你看即摆伊副市长做主任委员，当然市长是毋是有什么？实质影响力，实际影响力这看起来应该是加减拢有啦。不过就是讲一个都市计划程序来讲，还是在都委会。伊个去办一寡什么学者专家咨询会，迄拢是特别甲伊背书的啦，甲伊的想法甲伊的想法要甲正当化啦。但是迄拢毋是法定程序。法定程序要是伫个都委会，你嘛说，但这个过程当中，郭文哲敢有责任？这就是爱看事情啦。伊若是有实质影响力，伊到底是一个邮差，还是实则，还是爱马仕还是讲伊伫个指示讲你非做不可？这个代志，你看即马已经不管是市议会也好，还是这个。检调其实这部分伊会去详细去调查啦。咱看起来因为这个本身的行为，这个给予容积奖励这个代志是依法无据，法律是无迄个依据的这是真清楚啦。即马就是讲后续就是爱看检调换一句话来讲是，我感觉这个魏金应该小沈有一点仔可惜，伊若是透过也袂去甲旧的建筑物拆掉，伊若去行另外一条道路，迄条道路是都市更新条例行的条道路，拟定都市更新事业计划，去审议有另外一个法定组织叫做都市更新审议委员会，伊若去审议的时阵，伊都市更新内底，伊就会使。有相关的奖励，伊就会使去想；相关退缩，伊就会使去申请奖励。你做起来，伊可能感觉我无800我袂。做起来较久，个因为委员会要求的条件等等。6、7年对伊安尼有较紧。伊就要行
啊，较紧啊，我行快车，行要开快车，变成失速列车啊，对无？伊就要失速列，失速列车。但是老师，我睇下看吼，都委会主席彭建生，副局长对，伊再次通过哦，伊是再次哦。啊，这就是讲，咱看历来伊差不多，这个来来回回，这个都是计划委员会记录看起来，包括咱即摆媒体拢有写，宋正迈哈，宋省长的查某囝，啊，搁有这个真济即个有正义的这委员哈，包括一寡这个。建筑师的也好，也是这个交通专业的冯正明等等这些学者，其实拢表示讲，这个案吼，有问题哦，因为因唔是法律专家，啊，法制局的一定甲伊讲，这嘛是依法无据啊，啊，都是更新处甚至会甲伊讲，啊，这都是不是都市更新的案子，当然就不是无适用都市更新啊，用都市更新的奖励这。包括这智慧建筑也好，也是包括这个讲这个都市轮性，都市轮性，这拢是都市更新条例内底有规定会当奖励项目。估啦，啊，甚至讲你讲宜居都城市，宜居城市这是啥物物件啊？宜居城市是一个讲这个都市真适合来居住哦，真友善，真什么迄款的，迄是一个都市的形塑的意象啊。那宜居。照讲起来是你主体迄个部分，人嘛较个宜居城市嘛较有意思。结果你这是要做商业的，啊是安那个宜居城市有关，这个东西有一点仔扯远。这嘛倒来用哦。对啦，啊就是讲伊都无理由，你找理由嘛。凊彩倒。对啦。哇，这安尼大家一直晓起来，都看起来真歹看呢吼。伊中间有换几个都委会委员，因为本来反对的拢换过啊。啊，毋过活到尾啊，嘛是反对的较济啦。尾啊，开迄个会时阵，包括宋正迈拢，因为一直宋正迈是算前一期的。对，啊，毋过伊尾啊，迄个会决定迄个会，伊嘛无参加，因为伊一直讲反对，所以就无参加。所以这样就是讲，规个市政府加柯文哲一个人同意啦，加柯文哲一个人同意，还是有部分委员。部分委员同意，但是那个是少数啊，好，那等于是都委会是没有通过了。但是彭仲生根据一寡市员的讲法，就说，迄个会其实多数是反对的，少数是同意的。但是呢，在会议的主席都是强势通过。应该安尼讲啦，都是法定听书是有通过，因为。迄个主任委员主席伫采视的时阵，其他的委员虽然有表达无共款声音，但是到尾仔咧采视的时阵，伊无坚决反对。啊，所以伊这个案也是通过，通过了唔知会使公告，唔知用这种你无讲，我就当作是会使。对啊，我就是讲，你本年有多数还是少数？啊，这安尼委员安尼咁咪独执？无啊，伊也无安怎啊，因为这我要问就是安尼委员敢有突击？这个部分爱看伊个案的状况。因为你感觉你无要无紧，啊，我市民我就无通我爬下死，我要甲你讨阮兜我嘛要爬下死。委员做了决定了，甲伊也无关系啊，伊甲表示伊的看法尔啊，除非伊证明讲伊有收市长的钱，是收金华城的钱啊。哦，到时阵嘛是应该爱看是。最后是向这决定的迄个啦。那但是安尼应该照你讲，都市委员会应该是多数决，照头负责任嘛。啊，我做主席，甲你讲安尼，啊，大家无意见，就是都通过啊嘛。啊，无你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到时阵可能爱看伊这内底都委会审议的规定吼，伊的资料揭露出来，咱才会当知影拢有录音，拢有内部的状况啊。哇，这看起来安尼吼，这煞了，他尤其马仔花文铁，伊佫要来开记者会，但是伊讲伊无要开电话声。对，伊要开迄伊的竞选的账目啦。啊，不过因为市会已经调查足久啊，叫来问的人嘛足侪嘛，拢是讲这会就是
强制通过的啦，就是不管你是多数同意还是少数同意的啦。所以说，这包括彭正生伊虽然是伊无在写哦，伊是主席哦，所以伊嘛是图利嘛，伊嘛是爱图利啊。啊，你讲啊，彭正生拢图利啊，啊，你柯文哲免图利哦，柯文哲签3改名拢伊的名的，伊讲这较好对瓜问题较好，就是讲伊无贪污，加图利。安尼算罪较轻啦。哦，是吗？图利5年嘛，啊贪污7年以上嘛。律师刚安尼算。是啊。多利是贪污是较重罪，啊多利是较轻罪。咱贪污的部分是7年以上嘛，然后多利是5年以下。哦，所以较轻。较轻。哦，所以伊嘛有算过哦。有算啊，所以这你看迄下晡的金华城迄小沈，伊发一个声明，伊讲柯 P 是清白的，伊无收我任何红包啊。意思就是讲，你柯 P 你较凄惨嘛是图利尔，你无讲你有收我的钱。哇，这安尼是替伊咧开罪，还是你串供啊？是咧甲斗3工，还是无咧甲串供嘛？串证是咧甲斗3工，还是无咧甲斗3工啊？老师，所以我咧讲啊，这小沈的，伊即马要自救嘛。伊即马要自救嘛，所以讲，甲所有的即个嫌疑人，还是讲任何甲伊有关系的人，规个约出来啊。因为约出来，无定伊会告诉你，伊可能会对伊来讲啦，伊会做可能较少，因为上少伊会讲伊无上级嘛，伊应该讲我无上级，因为伊的声明也有讲嘛。郝龙斌的4、5时代啊，甲迄个柯文哲的4、5时代，拢有官员来找伊要摕钱，要来偷钱，伊拢拒绝。啊，即摆就叫伊讲出来，向来甲你偷。所以就那叫你讲，伊应该自保，告诉那这样就叫调查。一般人因为伊即摆叫大家拢压出来调查，有可能私底下有讲出来，无定下有讲出来啊。哇，这刷落去个精彩啊！但是老师，我另外一条要甲你请教吼，郑文灿伊这南口的这个华亚科技园区啊，伊讲受到这个乌西吼。伊讲用乌西求刑12年，但是内面有一条，伊讲吼委任律师，小咱律师啊，也许会当来讲到这吼，委任律师吼，讲甲即个升压书吼，提互必须，这敢泄漏啊？确实，这就是泄漏。所以为什么讲即马电调会根据这个另外会办这个泄密案？因为大家拢知影嘛，为什么郑文灿会甲500万害转去？因为有人甲因为通风报信啊，就甲讲啊，有人甲你调查嘛。但是升压书，伊是当事者啊，伊是当事者啊，我当事者应该我知嘛。啊，但是我可能交互必须叫必须交当事，安尼袂使吗，律师？爱看当时迄个情形。这个部分就是106年的时阵，咱刑事诉讼法修法了后，以早拢是讲侦查不公开嘛。这羁押程序嘛是侦查程序内底，以早拢是无法度阅卷的，无法度律师嘛无法度看到全部的卷宗。所以伊摕到升压书是即马尾伊尾咱就是106年咱修法了后，因为检察官有啥物为什么有如何要升压？我辩护人，我被告爱知影啊。是啊。我若无知影武器无平等，我是要安怎辩护？我要安怎为家己答辩？就你互我升压书啊，可我袂使看。所以尾仔咱修法了后，咱的新的法律就有规定讲，伫羁押程序，咱辩护人嘛会当去律师，就是会当去阅卷。这个部分爱揭露互咱被告知影，伊才有法度和被告讨论嘛。假使讲这个被告。伫迄羁押程序拢还袂有辩护人，还袂有律师的话，法官嘛爱用适当的方式，互即个被告看即个内容，伊才有法度。上无爱读互听嘛。对，爱互被告知影要安怎为家己答辩嘛。伫倒位啊？你讲必须的即个部分，伫阮律师界是有讨论啦，到底是伊到底是因为开庭进程应该嘛是有时间和被告会当讨论啦，所以是毋是一定爱交互伊的秘书，还是到时阵和被告本人
去讨论。啊，这个部分我听讲讲文产迄阵时咧变数，啊，无你要必须你提起变数。因为咱即马大家看到新闻稿啦，啊，内容是安怎，咱嘛是。但是安尼甲起诉，你感觉这有？这真，我感觉足奇怪，就是啊，就是讲你人无啥一般的情形。奇怪，那个办的太超过了。律师，你感觉咧？就是到尾啊，就是变成你就评论啦。做得对啊，对，因为我嘛是爱保护家己啊，因为如果若即马咱的检察官拢办到这个程度啊，到时阵阮律师家己嘛是。你嘛爱较注意。系啊，这个部分就是爱注意啊，可能打会当互别个本人。本人啊，应该要本人知影。对啊，因为不能给第三者。到时阵就爱看咱未来咱的实务要怎操作。刑事诉讼法即马有改啊。对。我有宽低通看嘛。对。啊，会使互第三者来讲邮差嘛，你摕去。邮差过来啊。安尼会使，对不对？无这是做我看嘛是做罕咧看起诉律师的啦吼。就我真是做罕见的，所以我要这个机会，我要问律师。我头家伫内底咧关，我摕互必须啊，必须去这到底这有严重到爱起诉无？我是安尼讲啦。因为通常这个状况按。今年这个律师互起诉嘛，是因为泄密嘛，啊，毋过是因为伊是提供伊的侦查卷综合诈骗集团。哦，这无共款，毋是而且这老案呢，106年呢。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爱到时阵有法度看到起诉。安尼，我要先问林老师吼，伊这个开发案吼，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这个开发案吼。是伫个这个南亚科技园区啦，伊这个是伫个这个南靠都市计划内底第5工业区吼，5工，咱阮伫讲5工，啊，这5工吼，这个所在就是真，大家拢坐迄个同的头节的时阵，这是 A7，这个就是 A7站，这 A7站，啊，所以。这个所在都是计划伫个民国108年、109年的时阵吼，就开始要做有一寡检讨。啊，这检讨头一部分就是讲，这个即马侵纳性这个范围吼，这个范围是本来就是有检讨的范围。啊，但是呢，较大这个红色的这个范围吼，迄红色的范围，伊是。人民真情改扩大，吼，迄原早遮就是农业区，这个所在农业区，啊，这个所在农业区，唔是工厂，农业区并到里面来，伊的理由就是讲都市缝合就是讲，啊，你这个工业区、工业园区，这个已经发展到差不多啊，这边遮啊嘛住地区遮也发展到，啊，剩一寡这农业无适合做农业使用。啊！伫个都市计划讨论的时阵，我嘛有参加。这108年、109年的这个会议，对，这个案我嘛有参加，所以我小可知影这个过程。啊，你迄阵是主张讲会使，到底纳入吼？阮小组是感觉会使，但是伊要主张市地重划这条，是阮是给不准啦。哦，迄阵是不准市地重划。伊有一个自救会吼，即马甲郑文灿有关系，就是自救会去甲郑市长讲，即个所在爱办市地重划啦。啊，咱都市计划内底规定，就是讲，所有的农业区若要变更做可建地，不管工业区还是要变做产业园区，还是变住地区，一定要去做市地区段征收。啊，这区段征收这个案啊，经过到110年吼，2021年的时阵，有经过到都市计划甲土地征收小组两个有审议的时阵，认为讲你遮若要办区段征收会使，啊，但是若要市地重划不准，市地重划真清楚。这美角是差在哪里？啊，市地重划就是即马。大家拢想办法要去办市地重划，就是讲，
伊迄中位负担比例吼，咱区段征收内底会当摕到转来是40%呢，40%会当40%，或者甚至到45%。哦。啊，若市地中位，伊会当摕到转来是原则上是55%，加15%，加差不多10%左右。啊，而且吼，真侪这利益团体，因就是游说讲地方政府，啊，若较会使办驻地中位，因要来主办。啊，主办的时阵，这个主办的时阵，迄工程费用会去灌水，啊，所以伊的利益吼搁较大。主办工程利益会讲灌水。对，拢老师你搁讲一摆。我简单讲就55%是会当摕到转来，45%是包括啥？45%是包括公共设施，咱所有的这个道路啦、公共设施，迄。公共设施的负担，甲拄啊讲违禁迄变更，伊嘛爱有道路、公园、儿童游戏场，这爱变更爱提供的必要的。啊，伊的必要若是30%，啊，伊的费用就是15%。哦，伊爱做施做这个工程，乌土方，啊个清理，啊个变做。讲我为了这要做这，我开这钱。对，啊，伊的工程吼，那咱伫看公办中位的时阵，伊的费用差不多12%都有够啊。若主办的吼，拢较有诶主办的工程费用拢灌到20几%，灌到20几%了后，伊是要甲市政府提钱吗？无，啊伊的费用愈悬的时阵，伊的地费底吼，伊的摕到地费底愈多，地费底愈多就摕地费底来标，啊伊就趁愈多。哦，我就摊还起。对。伊就讲这片大家拢区域征收，区段征收，加因这个高公顷要自办重划，市地重划，是自办市地重划，对，就是只有这一块，他竟然准他单独自办重划，这理由是啥？其他都是区域重划，恁同期想无用啊，我自己来办。其他都是区域征收，区域征收你知道多少钱吗？就很低啊。区域征收就是叫大家计数拢统一规定的，统一估价嘛。唯独这高公顷会用互你自办重划。我要请教就是讲，要主办甲袂使主办，差别在哪里？是啥物理由会当举手讲我要主办？我有这个理由，啥物理由情形之下会当主办？嘛是市长准就会使。哦。啊，毋过大拄仔老师有讲到啦，这个部分，因为咱涉及到农地变成公用地，咱是爱行这个区段征收啦，毋是市地定位这个定数啦。啊，市地定位大拄仔嘛有讲到讲，原来你若去申请的人会当摕到较侪的地费底啦。系啊，这个部分是安尼，啊，法律就是变成讲，迄阵。因为人民来定定了，袂当主办，就是市长一个人讲会使就袂。不过这个物件牵涉到中央，所以爱中央同意，因为伊是一个规划案。但是市长伊是讲，我高公顷甲恁携带过来，讲我互恁自办。伊这个甲市长有关系，就是如果若都市计划允准讲部分会当市地中位。那么市地中位的发动权甲核准是毋是主办还是公办，迄个权限就变做市政府。所以伊去找市长，可能就是希望后壁会当做这个代志。但是伫咧阮中央的都委会，就迄当阵大家讲死啊，伊的定情就不准啦。袂使啊，因为大家拢区多嘛。但迄阵就拍转来，中央都委会就不准啊。啊，不准啊，现在有当摆布。啊，毋过伊。钱是较早摕，买啊，这个部分中央嘛是准是区段征收呢，伊买啊嘛是，嘿买啊是政府开会嘛是经区段征收哦，嘿，对啊，所以才还500万啊。所以重点是这个伊有收钱无？啊收钱有用无？啊是伫什么阶段？对啊，迄拢爱看时间啦。哦，这就爱看这个细节才会知影讲。伊就是去中央之前收迄个。但是我看这起诉书吼，哦，看起来哇，这内面写较真。我感觉这起诉书是，我感觉都给下的，一个有诶无用什么可知什么东西，你这样很像证据不巩固诶。我李老师你安怎看？因为起诉书，这是真简单嘛，迄当阵伊这个。
伊起诉书内面已经把这个来龙去脉其实写得足详细啦。啊，问题就因为迄当时郑文灿家己感觉讲，伊虽然是桃园市长，问题伊甲中央的关系真好，所以伊甲这几个人个拍打包票嘛，比如讲恁家要自办湿地重划，用诶，我来替恁做。比如讲我来替恁做嘛，所以伊才会讲这个小 case 嘛。伊讲这个代志足简单的啦，对伊来讲足简单的9公顷的尔嘛。所以讲这个手续伊用个一困。伊家己用个，伊家己来做啦，变讲伊家己来做，所以当初对方人家甲讲嘛，事成之后，我们不会失礼啊。因为24亿的也500万伤少啦。哦，安尼无啦，500万可能有可能加千金啊。无，迄千金嘛伤少，24亿你。后壁，而且后摆伊后壁，若要选总统，要安怎选？后壁一定慢慢一定够有足侪这个甜点尔啦。但是咱即马唔知影讲，伊是这项伊摕到迄500万的时阵，是虾米情形摕到？无得靠嘛是邮差送来。起诉无啊，起诉书有写，就是迄个姓廖的白仔囝。白仔囝家己送入来，对啊，无邮差送入来。迄两个两公的啊，就是去换手机啊了，佮敲电话互所有的啊，所以大家拢掠着啊。哦，迄起诉书内面写甲真明白。所以咩郑文灿唔只讲伊只起成地讲恁爸大嘴皮啊，已经叫公人知影嘛。那把奉上，大家拢知影。律师安尼敢认？安尼敢？如果若是如起诉书安尼写，安尼敢会当认定讲伊是乌西？因为这个部分客观的证据，目前我看到的检察官起诉的证据是遮边仔的人的证词嘛，好，啊个监听的内容嘛，啊监听的内容看起来是无讲到郑文灿有参与到这个监听的内容，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就到时阵，因为听讲起诉书其实足大本啦。啊，这咱看到的是新闻稿嘛，所以到时阵爱看。内底有写讲郑文灿甲因讲好，我去帮伊，伊嘛去找陈美玲，迄当时国发会的主委。内底因为伊写10万字，毋知你写啥的对无？你这论文嘛，无人拢写10万字的啦，所以大家拢写都看灰沙沙。但是伊尾也有交代讲，郑文灿为着这个代志去找着中央的国发会、甲内政部去敲这个代志啦。啊，500万就是因为国发会无准，啊，迄当阵行政院长就是赖清德嘛。都是叫伊甲国发会无关系。伊写去找陈美玲甲内政部嘛。无得讲伊讲拄啊两个招去食冰。无，因为伊这是包装成为亚洲新矽谷。以及的圣者所谓国家发展的计划，对，所以讲变讲国家重大对，所以伊是要按那创的，所以才去找陈美玲啊，所以说伊去找陈美玲讲啊，尾后行政院就动起来，这个袂使安尼过啊，所以伊甲500万现，内底就讲啊，500万本来是用迄银行迄种细纸创，尾啊变树林甲伊白的，迄无，这个问题是拢是迄。其他人用的口供啦，吼，啊，郑文灿本人是无认，啊，所以这到时阵甲法院是要安怎选，有啊无，这嘛唔知啦。上后尾3分钟吼，我因为咱今仔讲的两件拢甲土地开发有关哦，请老师吼，咱一般的这个市民也好，一般的平民哦，咱其实会目到这种开发案，其实机会真少吼。咱要安怎来判断讲？这内面有问题无问题啊？这尤其是什么江山啊变做上山啊变做安全，这安全这个阶段，咱要安怎来看待咧？都市计划当然是感觉较早拢真神秘啦，哈，感觉讲都市规划要怎么画？长官一句话。都市规划，长官一句话，啊，安怎画啊，拢是长官一句话，啊，这台语讲啦是会通。所以大家都要算啦。所以讲，为什么都市计划牵涉到真济这个利益的纠葛，啊，包括讲区大征收，也是这个市地中的开发方式，是安那？中央对这个开发方式吼。虽然市地中划甲
甲这个都市计划变更，也是都市更新，也是区大征收，拢是一个开发方式。但是伫咧这个都市计划审议的时阵，第一个爱考虑到可行性，啊，个公平分摊的合理性。我昨日一听讲840啊，变做阮6岁人。啊，所以伊即马讲甲会跳级变到遐大，迄是拢一般人民其实是个可望不可及啦。因为我感觉迄个伊有关系，阮就无关系，有关系就变没关系，安尼造成。所以当时计划这个代志，当然爱较透明的。所以即马伫咧这个去年吼，2021年伊迄阵开始就有一寡这公开透明的听书，甚至会使公开，你看空空城办听证，啊，等这个听书其实是慢慢啊爱行公开的。